宣调，万军的耶和华啊，你徛起的所在遐尼通意爱，我的心神乱无耶和华的殿院到昏去，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我的上帝求救。以色列啊，你着望耶和华，伫伊有丰盛的救赎，而且请咱备办好咱的心，咱要做相共的祈祷。尊荣慈悲的阿爸爸上帝，我满心的感谢你，因为我拢是你所疼的囝儿。今日搁一摆，谦卑诚心来感谢你，因你赏赐阮有这个恩惠仁慈，也施恩予万百姓。感谢你创造阮，保守阮。并将一切这个福分来赏赐予阮，真多谢你遐个无穷尽的慈爱，予阮唔单单是只有用嘴来学乐你的美德，阮也将要伫生活上来献上家己，当作活祭，并且一世人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你。我要继续为着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来祈祷，因为当这个俄罗斯用着真水的名，要甲乌克兰谈判的时阵，上面还阁继续往前线来增加这个军备，配备了更较精良、凶恶的这个武器，也甚至提出这个被禁止的这个真空的炸弹，以及这个核武器要来恐吓，要来加做谈判的这个领导啊！这种暴君主义的野蛮的行为，已经来建立全世界这个公认的对敌，和所有这西方的国家全部拢一面倒要来支持乌克兰，要来抵抗这个俄罗斯这个亲门大户的这个侵略。阮个特别上帝来怜悯这个无辜的百姓、这个囡仔以及老大人，也恳求上帝照着全世界对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制裁、各国的武器、金元来帮助这个动作，来消灭俄罗斯布丁总统迄款的恶霸，
拍消迄款会骄傲、扮眼中无人的这个个性，才一日结束这个战争，互两国的百姓会给他安居乐业，回归这个自由，重建这个家园，无直到引起这个第三次的世界大战。台湾也要为着美国、为着台湾来祈祷，因为伫这个世界动乱的中间，恐惊到乌克兰的战争会引起中国共产党对台湾这款的妖狗孝想食地瓜骨这个举动要来侵犯，恳求上帝来保护着台湾的平安，除掉这个习近平迄个极权主义野心，维持着两岸的和平，互百姓会通安居乐业。王主啊，当阮看到拜登总统最近派遣了这个跨党派这个特使来访问台湾，要甲这个蔡英文总统政府有进一步这个协商，要来兼顾美国甲台湾这个密切的关系。伫这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时阵，这个代表团要来展现因对台湾继续坚定的支持。感谢主，俄罗斯。今日阮阁一摆透过 YouTube 网络的礼拜以及实体聚会，来敬拜俄罗斯，恳求主你的人民院，和今仔日所有参与这个敬拜的兄弟，做伙用着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来服侍你。求主，互你的名通得到荣耀，互阮每一个人拢会通成做上帝要束缚的管道。现在恳求主你，大声来洁净罗卜的嘴，圣神也来监察阮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互阮有一个蒙恩，一个主日，互阮满心的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创世纪11章31节。他勒带伊的囝阿伯兰，甲伊的孙罗德，就是哈兰的囝，以及伊的新妇撒来，就是伊的囝阿伯兰的某。因做伙出加入地的耳城，要去迦南地，因到哈兰就住伫遐。第二位的圣经节记载伫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3节。第1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讲：“你着离开本地本族。”老爸家，去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我要互你成做大国，我要赐福你，互你的名做大。你也要互人得到福气，祝福你的，我要赐福互因；咒诅你的，我要责罚伊。地上万族。要因为你得到福气，这是上帝的话。囡仔读甲听遐有言，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拢有福气，因为日期均啊。阿明。俄罗，阮伫遮咧俄罗，阮伫遐咧俄罗，阮伫四国。拢要俄罗主，阿免。阮伫遮地俄罗，阮伫遐地俄罗，阮伫四国拢要俄罗主。阮伫遮地俄罗，阮伫遐地俄罗，阮伫四国拢要。啦啦啦啦。
这地乌罗，我伫遐地乌罗，我伫四界拢要乌罗乌罗住。我伫这地乌罗，我伫遐地乌罗，我伫四界拢要乌罗乌罗住。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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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这地乌罗，我伫遐地乌罗，我伫四界拢要乌罗乌罗住。我伫这地乌罗，我伫遐地乌罗，我伫四界拢要乌罗乌罗住。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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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地乌罗，我伫遐地乌罗，我伫四界拢要乌罗乌罗住。我伫这地乌罗，我伫遐地乌罗，我伫四界拢要乌罗乌罗住。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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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伫这地乌罗，我伫遐地乌罗，我伫四界拢要乌罗乌罗住。我伫这地乌罗，我伫遐地乌罗，我伫四界拢要乌罗乌罗住。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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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地乌罗，我伫遐地乌罗，我伫四界拢要乌罗乌罗住。我伫这地乌罗，我伫遐地乌罗，我伫四界拢要乌罗乌罗住。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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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四界拢要乌罗
各位乡亲、时大、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好。有一个姊妹吼，伊对阿伯拉的这个经历不只有趣味，伊特别注意到阿伯拉的信心甲伊的顺服，互上帝真欢喜。过来对比伊家己的这个天路的历程，伊就发觉到。伊对上帝讲 ，but， 即个次数较济过讲即个 yes， 所以伊反复来研究读即个有关阿伯拉罕的记录记载，伊发觉到阿伯拉罕出世的时，那以下的即个祖先共10代，拢做还阁是活的，所以阿伯拉罕。是伊老爸大囝，犹太人真看重即个大囝。犹太人对即个大囝的名分
通常有较好的即个地位，有较侪的即个产业，大囝名分，还佫有几啊种的好处，一个会当得到老爸即个祝福，会当得到双份的即个家产，伫厝内祭祀的即个尊严等等。后壁咱出世的时，即个10代祖先虽然年纪已经真济岁了，伊原伫即个摇篮的边仔伫甲伊祝福，因为即个祝福就带来上帝同在即个气氛，以及有一寡讲袂出来即个平安甲稳定，即个溃烂伫伊的身躯边。所以伫即个巴别塔的事件过了后，上帝应允，无搁再用大水来消灭即个世间人。所以上帝拣选一个家庭，就是亚伯拉罕这个家庭，成做上帝代言人，要来完成上帝对人类这个救赎的这个工作。所以伫这个新约的一开始，就提起亚伯拉罕的这个名。最后所讲话的时阵，嘛常常提到这个亚伯拉罕。最后说伊无提起亚当，伊讲吼，也未有亚伯拉罕就有我。最后说，伊毋是讲也未有亚当就有我，伊嘛无对犹太人讲，恁的祖先是亚当，乃是讲恁的祖先亚伯拉罕。虽然看到上帝救赎的计划是用亚伯拉罕来做起头的，伫罗马人书第4章甲咱讲，亚伯拉罕是所有信主的人的祖先。无有一个人信主，毋是对亚伯拉罕开始的。自从亚当犯罪了后，就有一条这个犯罪这个线直直落落来。圣经中有真侪这样的义人，譬如讲以诺、拿阿，虽然因拢是义人，但是因袂通挽回犯罪迄个局面。上帝第一摆用这个挽回犯罪局面，迄个人就是亚伯拉罕。伫亚伯拉罕以前，上帝伫各人身上虽然有工作，总是伫迄个犯罪局面要安怎来挽回，上帝并无动手去做。上帝第一摆动手，是要来挽回犯罪这个局面，所以伊拣选亚伯拉罕。上帝兴起亚伯拉罕来，借着伊要兴起拯救的工作，借着亚伯拉罕救主要来，借着亚伯拉罕救赎嘛要来。咱咧读这个约书亚记24章，知影亚伯拉罕的出身是一个拜偶像的家庭，伫亚伯拉罕的本族老爸的厝，并无有这个侍奉敬拜耶和华上帝这个经历。总是呢，上帝依然拣选亚伯拉罕，上帝爱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的用意，乃是爱亚伯拉罕来断绝迄个异端的信仰，开始去建立一个纯正、独一、真实的这个真实的这个信仰。所以你看到亚伯拉罕后来每到一个所在，就起大来献祭。伊向当地人来宣告，家己侍奉的上帝是耶和华上帝。这个起坛献祭的动作，就是伊的信仰的这个告别。上帝当初爱亚伯拉罕去迦南地，结果伊到赫南就定居落来。因为迄个时阵，亚伯拉罕犹佫无明白顺探上帝旨意这个重要性。另外，上帝并无呼召亚伯拉罕的弟仔罗德，所以亚伯拉罕依然带罗德做伙去，这也毋是上帝旨意，所以一个小小的无顺服，就落入这个灾祸，互子孙有几啊代，甚至到100代以上。今仔日，这个摩押人甲亚捫人，就是罗德的这个后代。以色列到今仔日，依然深深受这两个支派国家的对立。虽然亚伯拉罕这么软正，
总是上帝呼召阿伯拉罕的心意并无停止。上帝顾念着人的软弱，伊愿意去听候。上帝听候阿伯拉罕老爸过身了，搁再一摆甲呼召伊。所以当阿伯拉罕一到这个迦南地，无偌久就饥荒。阿伯拉罕无听候上帝的指示，竟然大主大意离开迦南地去到埃及。搁因为恐惊到伊某的美貌，互人甲伊杀死，就讲白贼2摆。上帝第一摆考验信心的老爸阿伯拉罕，就是即种的恭敬的下面。阿伯拉罕的信心就是安尼生，一路慢慢来长进，跟对着上帝的脚步，一点一滴来学习，来顺服，慢慢成熟，来得到上帝这个欢喜。所以咱每一个基督徒对洗礼刚开始，就是你这个蒙召的这个开始咯，也是你要承受祝福的开始。你如果若捌清楚去上帝这个呼召，你可能是欠缺信心，所以你竟选无要去听上帝的声音。虽然你真努力来追求，总是你只有伫原地咧站脚步尔定，看袂到属灵顶悬的这个长进，因为你未经对着上帝的脚步，也毋捌着顺探上帝的话。所以伫这个以西结第10章第4节内面，上帝互先知以西结看到一个异象，讲上帝的荣耀对约柜的这个基路伯升到圣殿的这个门槛顶悬，佮对这个门槛顶悬升到这个圣殿的上方，佮再来摇花荣耀甲基路伯做伙升到这个圣殿的东门，佮再来佮停留伫这个圣殿东门以前的这个橄榄山的顶面，最后上帝的荣耀就完全离开以色列，上帝不过再祝福以及保护这个耶路撒冷。所以无偌久，南国犹大也跟对着这个亡国，这么一亡国就将近2500年。这段圣经在互人看到上帝的慈爱，互人看到上帝的怜悯，以及上帝的唔甘。上帝一摆搁再一摆，互以色列百姓机会，总是真可惜。以色列百姓互这个偶像的敬拜所捆绑，最后上帝还阁是离开家己的圣殿。上帝应要离开这个冤国唔悔改以色列百姓，所以当人一摆搁再一摆拒绝上帝这个呼召，上帝就任凭引落。圣经上帝甲圣经主要说，将来毋捌主动来放弃呼召的人，除非是人主动先放弃上帝。因为一摆搁再一摆，到处都方，互咱知影，只是人，咱人的回应甲行动是啥物，这个才是关键。所以今仔日上帝一摆搁再一摆呼召阿伯拉罕，因为上帝每一摆呼召阿伯拉罕，伊拢有这个有所回应，最淡薄仔这个调整，准备要开始行动，所以上帝就不断无间断来呼召伊。天父在后书1章的9节，上帝救了咱，用圣条召咱，毋是按照咱的行为，乃是按照伊的这个旨意甲恩典。这个恩典是万古大先，伫基督耶稣内面赏赐互咱的。所以上帝永恒这个计划，就是万邦万国拢要得到福气，这就是上帝的子民。上帝对回应呼召的阿伯拉罕，互伊有几个这个应允的祝福，就地面上君王绝对无所有的这个权柄。伊讲，你祝福人，人就要得到福气，而且为你祝福的，我要赐福予伊；迄个咒抓你的，我要咒诅伊。祝福
对阿伯人来讲是一个抽象的、抽象而且是真无实际的。因为阿伯罕伫过身以前，要真做大国，依然是也无实现；要真做大个，嘛也有看袂到。只有单单是叫别人得到福气，是淡薄啊，看到一点点啊尔定。人总是真毋茫，马上会当看到祝福这个实现，最后就是马上应验。这款的方式最容易互人相信上帝，这也是台湾民间信仰的这个普遍的现象。因所要爱这个上帝，乃是求必应的这个上帝，那就人所讲这个万应公啦吼。如果咱传福音互因，若无讲清楚、讲明白，因会将基督教当作是一个台湾民间信仰里面另外一个宗教尔定。假信是无妨嘛，到时阵看有应验无才讲，有应验我就相信，若无应验我就离开。所以因要受洗是真简单，毋过呢，跋倒嘛是真紧的。今仔日，这个信心的老爸阿伯拉罕的呼召，拄拄是咱每一个基督徒通学习的这个模范。呼召是上帝权柄，是人得到福气的这个恩典。其中信心的功课是咱一世人爱去学习的。阿伯拉罕对75岁到100岁，整整有25年，头尾拢是倚靠上帝。伊伫无有土地、无囝儿的时阵，伊依然信靠上帝。当伊有了土地、有了囝儿以后，伊依然是信靠上帝。上帝是阿伯拉罕一世人中最重要、唯一的这个倚靠，也我是伊的产业。对阿伯拉罕来讲，有土地无土地，有囡仔无囡仔，毋是上要紧的。上该要紧的就是上帝是伊的产业。所以当一个人真正知影上帝是唯一的这个产业，唯一的这个祝福，伊才有这个安全感，才会人去享受上帝，也才有可能去分享对上帝予伊的祝福，带祝福予别人。上帝呼召阿伯拉罕，是爱阿伯拉罕到迦南地去，带伫迄个所在，将迄所在归予上帝，并且予上帝伊的权柄所统管万有，伫迄个所在彰显上帝这荣耀。这里是上帝呼召阿伯拉罕的目的中的第一件这个代志。那么今仔日，教会就是应该彰显上帝荣耀的所在，就应该是上帝的权柄、上帝的旨意会通通行的所在。如果有一班这个上帝的子民会通顺服上帝的旨意，会通和上帝的权柄来通行，伫伊的这个生命中间，那么因所踮的所在，也就是上帝的这个权柄、上帝的旨意得到通行的所在。上帝要伫地面上得到人做伊的子民，就是要对因的身躯顶得到一条路，互伊这个权柄、上帝的旨意会当通行伫地面上，亲像伫通行伫天顶一样。这是上帝呼召阿伯拉罕的目的，也是上帝呼召咱最上的子民这个目的。上帝的旨意就是爱人相信，相信了后才会当称作义。那么上帝会安怎样做呢？上帝将一个人带到会当相信的地步，互伊才做一个相信的人，或者对这个人生出更较多这个相信的人。阿伯拉罕是头一个相信的人，后来才对伊生出最这个相信的人。阿伯拉罕家己无啥物通夸口的，伊是个真平常的人，甲别人无两样。和阿伯拉罕甲人无共款的，毋是阿伯拉罕伊家己，乃是上帝，是上帝呼召伊，伊才甲别人有这个无共款的所在。那么咱
所信的这位上帝是一位行动的上帝，嘛是关心人的上帝，也是管个人的这个上帝，也是真在乎人的这个上帝，嘛是追找人的上帝，更加是一个宣告的上帝。路加福音第19章第10节最后所讲，人子来为着要追找拯救失丧的人。兄弟姊妹，咱过去慢慢迷失过，但拢只有上帝甲伊找倒转来，也互上帝来呼召咱去超做、去拯救灵魂失丧的人。愿咱每一个人、每一个上帝的子民，拢总会当做声开始讲阿门。回应西瓜，以色列兴起。今日礼拜讲题就是上帝选调亚伯拉罕。嘛，咱拢是属灵以色列人，所以歌词是咧描写讲以色列，你着兴起，毋通搁再拄面，因为真理要来讨棒恁。对锡安遐出，救主已经来，伫遮恩惠的喜年，哦，哈利路亚，俄罗主，阿门。以色列兴起，毋通搁拄面，真理要来打帮你。对西安遐出，救主来到，伫这恩惠的喜年。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拉主，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罗主。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拉主。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主。恁经过水会，伫路中后面，我话伊拣选你，我要赐予恁，毋惊代替。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拉主。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主。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拉主。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主。带来归回，带归回的西安。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拉主。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主。恁若是属我，我会救赎你，将恁去掉伫我心。我选民，带来归回，带归回的西安。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拉主。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主。以色列兴起，通过拄面，一日要来打帮你。
说来献去，通过拄日一日未来，阿望伊对西安家出，求水来到这阮为的。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拉主，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罗主，哦哈利路
这条阿头同心，三甲来祈祷。亲爱宝贝上帝，我感谢你，看了对圣经创世纪11章31节，以及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3节，我做来思想，上帝选调亚伯拉罕，对今日的世界中间，互阮知影，上帝的旨意是要互人来相信，相信了才会通称做义。那么上帝会安怎做呢？上帝伊会先将一个人拖到会通上一个地步，互伊真做一个上一个人，才阁对这个人生出较侪这个上一个人。阿伯拉罕是头一个相信的人，然后对伊生出真侪这个相信的人。阿伯拉罕家己无有啥物通夸口的。伊是一个真平凡的人，别人无两样。为何阿伯拉罕甲别人无同款的？毋是阿伯拉罕家己，乃是在地上帝，是上帝呼召伊，而且甲别人有这个无所同款的所在。那么咱今日相信这位上帝，伊是一个行动的上帝，伊嘛是关心人的上帝。伊咪是顾念人的上帝，伊咪是在乎人的这个上帝，是伫对找人的上帝，伊更加是一个宣教的上帝。伫路加福音第19章第10节最后所讲，人子来是为着要对找拯救灵魂失丧的人，难道是捌失迷过？难道是互上帝来找倒转来，也互上帝呼召？爱出去对找，去拯救灵魂失丧的人。愿咱每一个上帝子民，拢会当做伙来讲，阿免。真多谢阿爸比上帝，说了这么宝贵的话语，互咱会当做伙来思想，上帝选调阿伯拉罕的这个用意，其他的，啊，愿同心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免。但这点，阿赖桑牧师要给恁祝福，愿天父上帝做甲人民，主耶稣基督稳定，圣神保佑所有感动甲交通，甲亲爱兄弟姊妹同在，伫教记做面迄日。奉爸囝圣神的名，阿免。亲爱的乡亲、时大兄弟姊妹，咱今日是第一礼拜，已经忙碌礼拜，到这就过一段路。咱真望后回同一个时间。无论伫教会，或者是伫空中来相见面，愿上帝赐福保护恁，阖家平安，万事如意。再会，拜拜。愿恁平安。恁着去招万百姓做好事，甲伊行说来归遍上帝，着甲因遵守主的命令，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愿恁平安，愿恁平安，愿耶和华予伊的名光照你，愿恁。愿恁平安，愿被上帝欢喜的名看你。恁着去招万百姓做下圣，甲伊行，说来归遍上帝，
就甲因遵守主的命，用普天的团互因救灵魂。阿罗哈哦，阿罗哈哦，我命我予伊的名光照你。阿罗哈哦，阿罗哈哦，宝贝好地欢喜的名挂你。